立法院今仔三读通过《证交法》第14条的修正案，规定讲上规个公司爱伫年度盈余提拨一定的比例为基层的员工调薪水，也是讲分红。若是公司了钱哦，嘛应该爱弥补。望讲透过修法，互人才当继续留伫台湾。决议证券交易法第14条条文修正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案，10日第一立法院院会三读通过。条文内底明定，上市上柜公司爱伫章程内底写明，以年度利润提拨一定的比例，甲基层的员工调薪水或者是分配奖金。这种上市柜公司，如果因为这个加薪的一个这个效果，持续可以留住人才，甚至抢才化，也会带动同业要跟进来加薪，才有办法来留住自己人才，跟其他有加薪的同业来抢才。修法主要是因为上市上柜公司是产业界主要的大公司，公司若有趁钱，应该积极提升员工的素质，甲人才留调的。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有共识，主张提拨的比例由劳动部甲财政部提出，若调整薪水或者是奖金，会当为迄年度盈利事业所得额来检讨。不过公司若还有累积的亏损，嘛要甲补起来。引起关注的是，塑化业大公司台塑集团每年7月份拢会进行年度的调薪水，按算17早起会开会讨论调薪水。根据了解，目前倾向调薪水3%，而且一个月增加600块伙食的津贴。不过最后的结果也是爱等财事来决定。台塑企业工会表示，希望当达成劳资双赢。你定得太低，可能有这个定锚效应；你定得太高又不可行。再来，我是定个提拨比例，我更不管他怎么去分配。这盈余怎么分配？我分配给高阶主管的，分配给中高阶的，跟分配给底层的，我到底怎么分配？我们也管不到嘛。那这样的话，不见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薪水透明，三读的条文内底嘛明定，上市上柜公司按规定编制年度财务报告的时阵，应该另外依主管机关的规定，公开公司薪水甲奖金的政策，也有全体员工平均的薪水调整等等的资讯，希望当改善劳工薪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